大門一打開，好事自然來。鑽石恆久遠，一火永流傳。嘿，朋友，長長久久，全新街景康城。我哋坦洲嘅紅樹灣樓盤新家居全新8棟示範單位，一定你睇過唔好錯過啦！118平方嘅4房，呢個樓盤為之水中貴族啊！真係坦洲5座城，呢個就係絕對係大哥大嘅江湖地位啊！因為交樓標準一如既往非常之好噶，大金嘅全屋嘅中央冷氣，連我哋洗手間都有埋我哋嘅浴霸，超正噶！呢個118方嘅4房，每間房開間啊，超好啊，超大間都非常之實用嘅。最緊要我哋樓盤咧樓下就有酒樓啦、食肆一應俱全嘅，而且有健身室添啊，室內嘅泳池通通有齊晒。1個字車程去我哋華發商都啊，3個字車程去我哋港珠澳大橋同埋我哋拱北口岸，非常之方便噶，而且有專線去我哋嘅香港太子、荃灣、尖沙咀等等啊，係咪好正呢？中意追求高品質嘅你，呢個樓盤一定唔好錯噶啦！有興趣嘅，Q666，阿美 send資料俾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